惠达市值达到3.01兆美金，正式超过苹果，成做全世界第2大公司。6月7日是二战后期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今年是80周年，真侪国家领袖出席相关活动。美国打造32亿画素全世界上大翕相机，要研究宇宙，竟然是会当翕到25公里远的山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惠达的执行长黄振勋最近返来台湾，是带动一波人来小 Gensanity 的风潮，去到地拢有真侪民众甲迎接。这惠达发展的速度真紧，昨市但是已经达到3.01兆的美金，正式超过苹果，成做世界第2大的公司。目前是干那数这美软一丝丝啦尔，而且惠达是干那用66天，这市值就对2兆冲到3兆。所以讲，华尔街日报就认为讲，惠达要甲美软拼过是真有可能的代志。也若是讲到黄振勋本人，伊嘛已经排到世界第13好嘢，伊的身价是有1070亿的美金。但是对年轻算到单，伊的身价就增加63.4亿，是全世界增加上多。总是穿乌皮衫出现，精品大厂惠达执行长61岁黄仁勋，伫台湾的一举一动，成做美光灯的焦点。因为黄仁勋英文的名叫做杰森，所以有人讲这款的现象是 Gensanity。惠达的股价也伫美国站上历史新高，惠达最高收盘股价去5.2%，每股1224.4美金，高创新高。公司期待一日冲超过3兆美金大关，超过苹果公司摕到全球市值第2，也是头一间3兆美金俱乐部的半导体公司。Your future laptop, your future PC will become an AI. It'll be constantly helping you, assisting you in the background. The PC will also run applications that are enhanced by AI. 黄仁勋顶日伫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布，会伫台湾设立第2个人工智慧 AI 超级电脑中心，也强调台湾伫 AI 领域的重要性。惠达前一摆市值超过苹果，已经是2002年，迄当时两间公司的市值拢还未到100亿美金，即马已经无共啊。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公司计划当年升级 AI 加速器。华尔街认为，惠达超过美软只不过是早晚问题。Earnings were about, I think, more than 95% through the earnings season, and the earnings picture has been a positive one. We're coming through for Q1, the fastest growth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year over year. With about 6% growth across the boar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伫精品股的鼓励之下，美国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拜三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也互经济数据市场开始乐观看待，联准会今年会降息2摆。公司新闻陈文仁编译。惠达的执行长黄振勋是宣布要伫咧咱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甲 AI 超级电脑中心。上阵这惠达会当带来发展甲工作机会，湘北、台中、台南、高雄有真济县市，拢小小提出家己的优势，就是要争取惠达去设置的影响。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美超美执行长杨建雄晚宴制作会，在线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初五伫面前发布相片，透露高市府积极邀请美超美投资信息。陈其迈初日早起证实这件代志，毋过争取惠达方面，陈其迈提到为进前的积极转向保守。不能讲太多，因为不能泄露我们高雄的这个其他我们所提的一些建议。惠达会伫台湾成立总部，研发甲 AI 超级电脑中心地点还未定，因为鸿海测试已经宣布会甲惠达联手伫高雄打造先进 AI 产业中心。惠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超级电脑中心可能会伫高雄，和高雄好社体馆。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取消出访行程，积极争取。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呈现一些我们台南的小吃啦，台南的好，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台南的基本的环境借机介绍一下。惠达设点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甲就业市场，毋那高雄台南、新北台中拢捧出牛肉。特别黄仁勋提起研发中心可能挖进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随自我推荐表示，新北有低中长期土地会当提供产业进驻。
人才济济，最重要交通路网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现阶段就有很多的产业园区，台积电以及最大的外资美光都落脚在台中，大家都知道，那台中就是企业以及相关的设厂的首选。除了新北、台中等许多北市府测试就以首都等区域优势，积极表态争取建发中心。桃园新竹县市甲苗栗共管也提出产业第二等条件，希望得到重视，并对回台增加投资。行政院表示尊重商业判断，也乐见各县市拍拼招商。记者综合报道。6月初6是二战后期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今年是80周年。包含英国、法国、美国等等真侪国家的领袖，拢有出席相关的活动。不过，虽然前苏联迄当阵是徛共边的，不过这阵的罗西亚代表团虽然本地有受到邀请，后来是去互取消。这原因是美国甲英国政府认为讲，罗西亚这阵咧拍乌克兰的行为无适合参加活动。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伫英国南部军港普兹茅斯甲王室重要的成员做伙出席诺曼底登陆战的纪念仪式。查尔斯致辞的时阵指出，后代无应该忘记二次大战老兵的贡献。It is our duty to ensure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do not forget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sacrifice in replacing tyranny with freedom. 1944年6月7日透早，缅军展开大河太上皇的行动，总数差不多15万。以英美为主力的缅军，伫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拢总5个海堡登陆，强攻德军防线。因为当时还阁有伞兵空港后壁，所以伫法国诺曼底大区的纪念活动，嘛包括现役空港部队跳伞表演。同款伫法国的纪念活动，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初5出席纪念当地战役的活动。Vive la République. Vive la France. 根据历史记录，纳粹德军伫欧洲的兵力损失，大部分是伫东线战场，也就是甲苏联作战牺牲的人数，超过西线甲英美等国作战的伤亡。往年诺曼底纪念活动，俄罗斯代表拢会受邀请出席。外电报道指出，今年法国的主办单位解放任务本来是计划邀请俄方以客家残疾的代表团参加诺曼底的纪念仪式。不过消息一个公开了后，英美两国正不满。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的消息讲，现阶段支持乌克兰甲俄罗斯对抗，就若亲像当年打败纳粹解救法国。所以纪念诺曼底登陆，必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席，同时拜读俄方代表团。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罗西亚总统普京接受访问，强调因的领土也是主权，若受到威胁，无拜杜动用核武器。同时，伊嘛批评西方送武器予乌克兰用，呛讲即使因罗西亚嘛做会到，伊嘛会当送武器予别国，互因去拍西方。罗西亚总统普京初5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时阵，亲身和真侪经西方媒体主持人员会面。这嘛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伊第一摆亲上火线回答各种提问。针对俄罗战争敢有爆发核战的风险，普京是重新无排除这个可能性。Если чьи-то действия будут угрожать нашем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мы считаем для себя возможны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се имеющиеся в наше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伊嘛警告西方国家同意乌克兰使用因的部分武器去攻击罗西亚境内的目标，等于是直接介入和罗西亚的战争。伊讲这造成严重的后果。То почему у нас нет права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аше оружие такого же класса в т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где будут наноситься удары п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бъектам те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эт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美国真正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来攻击瓦哈尔科夫的罗西亚边境地区，但是唔准因使用当电飞弹。但是德国和英国拢主张乌克兰有权利来使用因提供的当电飞弹来攻击罗西亚境内的目标。普京呛讲，因若互西方国家的当电飞弹攻击，无思考会做出更较强硬的回应。武器使用受限的乌克兰是指控讲，罗西亚当在使用北韩的飞弹在进行攻击。西方情报单位嘛讲，罗西亚使用移动者无人机，不过普京那威胁嘛那强调讲，罗西亚无帝国野心，无要攻击北约。Не надо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раз врага из России.
Вы сами себе только вредите этим, понимаете? Вот напридумывали, что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напасть на НАТО. Вы сбрендили совсем, что ли? Тупые вообще, как этот стол. Кто это придумал? Это чушь, понимаете? Бред собачий. 不能希望外界要变做俄罗斯是敌人的形象，讲安尼只会伤害到家己。北约今年对1月到5月举行冷战以来上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目的伫宣示有能力来保卫和俄罗斯接做伙所有北约国家的领土。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顶礼拜讲，真欢喜看到一个国家放宽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认为乌克兰有权利自我防卫。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 北韩这几天是一直放低本色的气球过南韩，即阵有脱北者嘛向北韩放大型的气球，这内底是伫批评金正恩的传单，佮有南韩的流行音乐。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今日嘛公开表示，面对北韩的威胁，政府袂结外挂。 南韩的脱北团体自由北韩运动联合，伫6月初6嘅透早，对前往北韩北部嘅京畿道蒲川市，向北韩释放出10粒大型嘅鸡盔仔，散布20万张批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体制嘅传单，含内面有南韩伫1902年放送嘅经典韩剧《当归乱歌》，含少年佮有名嘅歌手林英雄嘅影片嘅 USB， 而且内面佮有2000张1美金嘅银票。北韩对5月28到6月初2嘅透早，向南韩是连续空投要1000粒，内面有装一大堆粪扫含垃圾米，总重量差不多15吨的鸡龟仔。另外嘛，发送电波来干扰南韩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伫咧追悼韩战内面阵亡将士的献中日纪念仪式顶悬强调讲，这对平常来的威胁，南韩政府袂点点就好过去。 북한 정권은 역사의 진보를 거부하고 퇴행의 길을 걸으며 우리의 삶을 위협하고 있습니다. 서해상 포사격과 미사일 발사에 이어 최근에는 정상적인 나라라면 부끄러워할 수밖에 없는 비열한 방식의 도발까지 감행했습니다. 정부는 이러한 북한의 위협을 결코 좌시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为着反制北韩对空中飞过来这垃圾鸡龟啊，这起无空的手段，南韩进前已经终止2018年和北韩签的919军事协议，恢复军事分界线迄边的军事训练。2月初5，美国的 B-1B 战略轰炸机是参加韩美空中联合军演，继7年了后，第一摆伫朝鲜半岛空炸射击训练场，投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M。这摆演练的重点是美国履行对南韩提供延伸威胁的协防承诺，提升两军互通性和联防的态势。韩联社分析指出讲，美军投射 JDAM 经确导引炸弹的目的，就是要展现因应对北韩一直空投垃圾米鸡龟仔，这小连续起无抗行为的能力。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曾发生枪案，嫌犯去防弹着送病院，不过这目前犯案的动机也无解了解。有黎巴嫩的媒体就指出，这嫌犯身躯顶穿的甲仔是有印伊斯兰国相关的字，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组织承认犯案。黎巴嫩军方表示，有一个枪手初5早起8点半了后，想要攻击伫贝鲁特郊区外的美国大使馆。枪手去予黎巴嫩士兵开枪逮捕，已经送医。根据了解，枪手是叙利亚人。ما خدنا وعطينا بس طلع أكثر من 15 ل 20 طلقة يعني وقفنا هون ركضنا لهون لنشوف شو صاير。美国大使馆表示，有通报伫入口的所在发生小规模枪战，持续差不多半点钟，无去伤到大使馆的人员。不过馆外有一个警卫受伤。美国大使馆初5礼拜3暂时关起来，一定初6拜四开放。2023年9月，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原来北方考枪，不过甲政治目的无关系，嘛无造成伤亡。根据黎巴嫩的媒体报道，初5这件枪击案的犯案目的也无清楚。有相片显示，有一个规身躯拢照灰的枪手，穿黑色的甲。顶悬用阿拉伯语写伊斯兰国加英文字母 IS， 互人认为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DSS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Lebane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are aware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was arrested was wearing what appeared to be ISIS insignia. 枪击发生的时阵，当地紧张的局势也真悬。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国防军几落个月的战斗对抗，互两个边界附近已经有几落千人无处通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极右派成员要求打击真主党的压力下，初5前往北部边境地区，并警告伊的政府暗算对有伊拢伫后壁做靠山的真主党采取真强硬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美国能源部是用20年研究打造出这台32亿位数全世界上界大只翕相机 LSST， 按算今年对安伫咧地理的天文台用来研究宇宙。32亿位数相机是啥物概念？伊是会当翕到比咱人的目睭看会到搁较暗1亿倍物件，而且因为位数悬，这档案就大。若是要1比1呈现相片所有的细节，竟然就要378只的高画质电视才做会到。咱若是对实际例来看，这台翕相机翕到的这个山球场，竟然是离25公里远，而且咱甲详细甲看，阁会当看到迄粒白色的球。要是翕一件的物件，就会当甲细节翕观正清楚，亲像下骹这张相片，就是咱咧遮的菜色花菜放大来看的模样，袂输是显微镜咧看共款。全球上大的光学天文数位相机 LSST， 解析度是超过32亿个位数，镜头是超过1.6公尺，两个拢是金氏纪录的世界第一。即马地面吊镜和安装的零件，虽然煞对美国运送到位，今年较晚的时阵特别装伫地理北部的沙漠地区，海拔2682公尺，拍向山顶的维拉鲁宾天文台，装起伫了后，就要开始10年这么长的宇宙探索。The main one, and the reason why all of the different partners have gotten together,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dark energy and dark matter in the universe. The material that we see and know around us only constitutes about 5% of the energy content in the universe. So Vera Rubin will really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really most of the universe is made of in general. 维拉鲁宾天文台是结合国际之间的资金和技术，是专门为着这个超级数位翕相机建立的。未来装伫超大吊镜的尾屏，启用了后，暗会当产生差不多20条为元素的翕相数据。特别过几工，甲相片组合作全景的影像，记录几亿的星星和星系位，找到更较侪细粒天体，既然出现一时啊的光点顶顶的星星相挨，也是星星超星星的现象，帮助来画更较详细的银河系的地图，了解银河系的结构，更有可能发现太阳系其他也唔知的星星，也是对地球潜在的危机。We might be able to find an asteroid that might eventually crash into the Earth and cause significant damage. We migh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n advance. That's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to our day-to-day lives. 这个超级数位翕相机要1.68亿的美金，按算未来10档就当对这高达15亿为元组的天文资料库，会当供应科学家来研究几10档。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这阵啊，看到真侪 AI 协助人类生活的科技，今日咱来看另外一款应用方式，是德国一个癌症末期的病患，伊是训练 AI 学家己的声。我望伫伊过身了后，亲戚朋友也会当继续甲伊讲话。不过伊的家后目前也无啥会当接受这款方式。Kannst du dich noch erinnern, wie wir uns getroffen haben? 对着麦克问题，学详细听回复。录制训练这套 AI 人工智慧系统，互伊愈来愈像家己，是德国癌症患者迈克尔最近逐工爱做的代志之一。51岁迈克尔得到结肠癌，已经是末期。知影家己的时间无济了后，伊甲家后用真侪时间讨论要安怎面对死亡。有一天太太提起，上怀念就是两个人互相讨论、分享知识。最后，迈克尔新的想法，伊找美国 AI 科技公司创立互动式 AI 迈克尔。We have you say 300 different phrases that capture, I'll call it your emotional voice. So sometimes you say, I love you, or you say, I love you. And they say, oh, the door's open. And we capture all that, and then we compress all that and make an AI out of it. 装系统的费用是15000美金，大约50万台票。使用者会当透过回答生活简单个性，甚至政治观点等问题来训练 AI， 让伊愈来愈个性化，声音也愈来愈自然，愈来愈像使用者。Das ist nicht gedacht für Annette. Es ist eher gedacht als eine Memoire, die ich hinterlasse. Und die Schubladenanalogie ist gut. Die kann an die Wand oder in die Schublade. 虽然迈克尔真希望利用短暂剩的时间为亲戚朋友留落回忆，不过伊的家后还未准备好，要用这款的方式来面对红色离开了后的世界。Ich denke mir, ich sitze eher hier mit seinem Lieblingspullover bei einem Glas Wein, als dass ich das Bedürfnis habe, mit der KI zu reden zum Anfang. Denke ich. Ja? Aber wie gesagt, wer wisst das schon? 伦理学家认为，悲伤关心就是真个人化的代志，无一种标准会当决定什么是正确健康的道念。
上重要的是，导念者找到适合释放家己悲伤的方式。AI 敢会当安慰人的心，只有被留落来亲人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公司新闻市关联编译。美国中西部甲南部地区最近是有2种闪破土，声音是甲民众吵架。不过最近科学家是发现讲，其中有一寡闪已经染到带违反化学物质的真菌，交配了后就随死亡。加在这款真菌是袂危害人类，大家唔免想烦恼。插人鱼神的叫声自顶个月以来，伫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响起，两批分别伫涂骹底惨灭13年甲17年的周期神，同时间拢走出来，数量合计达到上条者。这种壮观的景象，每隔221年才会出现一摆。不过科学家发现，部分周期神感染神团胞酶这种真菌，出现更较互人想袂到的现象。And they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e so-called zombie fungus, which you would think would kill the cicadas, but actually this fungus just takes over them, and they're still alive and fly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spores, and with an extremely heightened sexual drive. 科学家表示，周期神所感染的真菌，带有甲违反无辜共款的化学物质，伊会调伫神的腹肚形成白色孢子团，互周期神的性欲增加，产生疯狂交配行为。真菌孢子也安尼四过传播，也佫有当家的神四过飞的时阵，因会落落孢子河，互更较侪神受到感染。I think these are getting spread throughout time. I think they may have traveled with the cicadas, probably, as the cicadas dispersed to this area originally. Hundreds of years ago, they may have brought it with them. 科学家估计，大约有1/10的周期神受到真菌传染。科学在这种违反真菌只对周期神产生作用，并未传予其他生物还是人类。这个周期神会伫4到6礼拜内交配生卵，然后伫叫声中死亡。若不发生的幼童会软入涂骹底，进入后一个生命周期。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